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主日平安，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要献上赞美的祭、感恩的祭，来到主的面前，愿他悦纳，也愿他赐福在我们当中。手借给我来。我来献上赞美的祭，来进入神的殿中。我们献上赞美的祭，来进入神的殿中。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感谢的祭。我们以喜乐的心，来献上赞美的祭。我们献上赞美的祭，来进入神的殿中。我们献上赞美的祭，来进入神的殿中。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感谢的祭。我们以喜乐的心，来献上赞美的祭。弟兄姐妹，今天是什么主日啊？感恩节主日哦。我们献上感恩哦。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有什么可以向上帝献上感恩的？好多好多哦。我们一起来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从头。我们献上赞美的祭，来进入神的殿中。我们献上赞美的祭，来进入神的殿中。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感谢的祭。我们以喜乐的心，来献上赞美的。我们以感恩的心，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感谢的祭。我们以喜乐的心，来献上再一次来。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感谢的祭。我们以喜乐的心，来献上赞美的祭。拍掌将感恩献给我们的神。我们要一起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我们一起读上帝的话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这位神是恩典，是荣耀，是怜悯的神。那他宽容人他也使人得他的荣耀。当人来到他的面前，他愿意给人有机会所以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他愿意万人得救。他是赐给我们救恩的神。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亏欠我们的任性所以当神说任凭你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盼望。但是神还是给我们有机会悔改，然后回转归向他，得着救恩。弟兄姐妹，我们开口来赞美，来感恩，特别是在这感恩的主日感恩的季节，我们开口同声来感谢赞美他。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赐下一切丰富恩典的主。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你给我们生命气息，你给我们供应日用的饮食，你给我们指引得救的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能够站立在这边，一起来聚集敬拜，都是你的恩典。因为你使我们能够平安度日。主，我们感谢赞美。
谢谢耶稣，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你的恩典。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也让我们能够一起开口来敬拜、来赞美你。你赐下各样的美物给敬畏你的人，给你的儿女。你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让我们能够吃得饱足，也让我们灵魂苏醒，引导我们走你的义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指引我们道路的方向是通往永生。但是有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能力，要寻找幸福的人生，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唯有你，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牺牲流出宝血，为我们预备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靠着信心回转归向你。谢谢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为着我们的身心灵的需要，我们来向神来祷告。我们也宣告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一起来，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弟兄姐妹，我们要感谢赞美神，他提供全方位的，就是在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能够随时得帮助，随时亲近他。就好像希伯来书里面说，因为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什么？得着他的怜悯，为要得着他一切要给他儿女的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身心灵如果有需要被祝福，那前几天凌晨我就接到一个就是讯息我要怎么样入教？我要怎么样入教？就是我要怎么样进到教会？所以跟他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对谈。他正在人生的低潮，他不知道怎么走下去。牧师就透过讯息来祝福他，他很喜乐，也送给他一首诗歌有一天如果你正觉得失去盼望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走下去了，有一位耶稣是多么爱你爱你，愿意为你牺牲，流出宝血，付上代价那我希望他今天能够看见他我一直在为这位姐妹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上帝提供好多好多的方法，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帮助。如果你在这几方面你需要被祝福的，你可以原地站立起来，我们的牧者同工可以为你来祝福，来祷告，大大张口，上帝就要怎样大大充满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有需要的，在各方面我们交托给神，把你的重担交托给上帝。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来赞美。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是让我们能够亲近，主你是让我们能够得医治，主你是让我们能够得供应，主在我们迷失我们方向的时候，你指引一条正直的道路，一条得救的道路，一条有盼望的道路。当我们身心困境的时候，主你知道我们心事，知道我们的需要，主你也预备一切我们所需的，在等候我们向你来开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的医治，恳求你的赐福，恳求你的指引，帮助我们
特别是在面对亲人这样的一个病痛没有盼望的时候，主你提供的是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主啊，我们在缺乏的时候，你是使我们不致缺乏的牧者。主啊，让我们迷失道路方向的时候，主你引导我们走你的义路，就是得救有盼望的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所有敬畏你的人，你应许说，无论大小，主你必赐福。主，感谢你，因为你提供好多好多这一些的恩典，让我们开口，让我们寻求，让我们去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赐福。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最后，我们要来为今天主日来祷告，来守望，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义人呼求，耶和华就听见了，然后要救他们什么？脱离一切的患难。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哦，所以我们一起来经历。特别是为着你自己的跟上帝之间有好的连线。我常跟这些慕道的朋友说，祷告就是跟他赖一下，线路有没有通，用信心来经历。我们也恳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真理里面明白认识他，因为真理，上帝的话可以使我们怎样得着自由，不会被世俗的思想、情感、意志所辖制捆绑。我们也为着快要年底了圣诞节是教会要对社区传达福音的很重要一个节庆。今年统领、星光三月，甚至大有店那边都要邀请我们，但是我们分身乏术。我们可能就近在这两个地方，新埔那边也在邀请我们。我们真的感谢主哦，上帝让这些百姓看见福音的需要让他们需要上帝的同在，耶稣的救恩。所以我们为着这一些相关的福音活动，在教会12月25号也会办一场高水准国家级国家音乐厅级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我们都把它当作是一个很重要传达福音的一个管道。我们为这些来祷告，为这一周礼拜3有祷告见证会。弟兄姐妹，多久你没有参加祷告会了？请你来听听看弟兄姐妹如何经历上帝的恩典哦。你也可以经历他丰丰富富的作为。神也透过弟兄姐妹的服事奉献来祝福教会，使他的家不致缺乏。特别为了我们在年度要结算的时候上帝供应能够足够，因为目前还是有一些的缺乏。我们恳求上帝来祝福，来赐福让我们财务部透过这样的一个管理，能够让我们也更有能力来祝福那些需要的人。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请你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来祝福，特别为牧师来祝福让牧师所分享的真理信息，你能够听得明白，能够激励你。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谢谢你，因为你是看顾我们的主，你是垂听我们祷告呼求的主，你是让你的真理帮助我们能够被释放，被得自由，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来悦纳；今天我们的祷告呼求，愿你来垂听；今天我们所需用的，求你来供应。主，谢谢你帮助我们经历你丰丰富富的恩典。主，谢谢你，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日是你为我们预备，能够让我们心身灵得安息的日子。
主，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面前。如果有重担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你的灵就浇灌充满我们，让我们把重担交给你，因为你对我们来应许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谢谢主，我们盼望从你得着内心的平静跟安息。主啊，让每一晚都是可以安息的好睡的。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愿你来赐福我们，让你的教会有粮，让你的教会也能够成为这城市的祝福。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分享的人，也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主，我们要同心用主你教我们的主导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弟兄姊妹，欢迎回家，欢迎回到神的家，让我们一起用极大的响声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举起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举起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敬拜。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你唱哈利路亚来赞美神的时候，你相信你会带进天上的能力吗？如果你相信，好不好？我们再一次的时候，再一次唱哈利路亚，你要凭信心领受，你要从天上领受天上的能力，你要从天上领受天上的信心，这是真实的，好不好？我们再来一次哈利路亚，用更多的响声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弟兄请。哈利路亚，来赞美主！主，我们赞美。哈利路亚，主，愿你悦纳我们弟兄的赞美。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我要请我们的赞美耶稣姊妹来我的主！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让我们一起向神高举双手。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学习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学习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学习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敬拜。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弟兄姊妹，我们要更多的来赞美我们的神，好不好？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有缺乏的，让我们赞美神，因为他是耶和华以勒，他是为我们预备的神。如果你有身体不舒服的，我们来赞美神，因为我们的神是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的神，好不好？你如果有缺乏，真的是来赞美神。你如果在孤单当中，让我们开口来赞美神，因为他是耶和华撒玛与我们同在的神。如果你需要神的同在，你需要神的帮助，我们知道他的名是耶和华以便以谢，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神的名。1、2、3，请。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名是何等的荣耀，主啊，我们岂不开口来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越多的赞美，主啊，我们就带来你的同在，带来你的医治。主啊，我奉你的名，主啊，我们也为我们的姊妹来祷告。主啊，在她的身体的病痛下，主啊，你医治她，凭着她的信心领受。主啊，你使她得着医治。主啊，你是耶和华拉法，今天你就要让我们看见你的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你是真实的神，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要向你来赞美，主啊，我们要向你唱新歌来赞美，在圣所当中，我们要赞美你，主啊，因为我们是一群信靠你的人，主啊，我们是信靠你的，我们必定如锡安山，主啊，我们不动摇。弟兄姊妹，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更多的在神的面前站立。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愿我们的信心再一次被激励。哈利路亚！信靠耶和华的人，好像是锡安山，永不动摇，永不动摇。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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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让我们成为那信靠耶和华的人，信靠耶和华的人，好像是锡安山。让我们在主的爱的同在里面不动摇，永不动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主也围绕你，直到永远，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如同众山来围绕我们，哈利路亚！众山
主也围绕我，直到永远，直到永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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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信靠耶和华。信靠耶和华的人，好像是西安山，永不动摇，永不动摇。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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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凡是依靠你的，主啊，我们就不动摇。主，你是我们的神，主，我们知道艰辛依赖你的，主，你必保守我们十分平安。主，我们是谁？我们不过是尘土。主啊，但是你却在万人当中拣选我们。弟兄姊妹，我要邀请我们的敬拜团先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邀请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或者是你张开的眼睛，看这首诗歌，听这首诗歌。愿这首诗歌，你来对神说话，神也在对我们说话，好不好？我们请。你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我邀请我们每一个人用真诚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你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弟兄姊妹，更多的献上感谢。哦，谢谢耶稣，恩典，你宝血为我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主，谢谢你挪去我的枷锁，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主，谢谢你挪去我的枷锁。
有枷锁，你抹去我所有重担，你抹去我所有伤悲，何等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主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站立在这里；主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因为我们有罪，我们就惧怕你。但是主耶稣，你来成为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你来就是要使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的辖制。你来是要帮助我们释放所有的劳苦重担。今天可能我们带着劳苦重担来到你的面前，主，你说孩子来吧，你来到我的跟前，来亲近我。我是赐平安的主，我是使你的重担可以脱落，辖制可以得自由的主。主，谢谢你，感谢赞美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垂听我们的祷告，应许我们的呼求。你知道我们的心境此时此刻的是如何。主，我们依靠你，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力量，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盾牌，可以抵挡一切言语的攻击，可以保护我们出入平安，从今时直到永远的主。主，早晨的敬拜，愿我们看见你的同在，享受你的同在，也能够带着你的同在祝福我们所接触的人。求你的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窍，明白你的真理。你的真理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你的真理使我们看见我们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你的真理使我们身心灵可以得着自由。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有哈。那我们来欢迎卢燕慈、杨玉欣姐妹，还有王威达弟兄在这边我们欢迎旁边的弟兄姐妹代表教会来祝福他们请我们的执周长老预备小礼物，请坐。还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我们来看周报的消息哦。好，今天是感恩节的主日哦，弟兄姐妹，数算过去，从你出生到现在，神如何恩待你哦。虽然有困境有顺境，但是他依然保护看顾我们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感恩。那疫情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国外还是像新加坡，哇，已经降到很低了，还是有3000多例那我们感谢主保守看顾我们台湾让我们讲道者、唱歌的可以暂时脱下口罩，这是恩典，你知道吗？那我们还是需要遵守一些防疫的规定那我们的聚会的时间都在周报的第4页，请我们自己来看。那我们也征求教会的周报的封面设计能够万用能够万用那
在11月28号前我们截止投稿稿件，请交给我们田处仪长老。有影片吗？没有好，那我们12月25号刚好这一天圣诞节这一天我们崇拜部有预备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音乐厅级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但是报名有一些限制我们弟兄姐妹可以1+1来49，什么意思？再讲一遍1+1来49，就是一个邀请一个你的福音朋友来到49号，中华路49号就是我们教会的地址。那我们未来我们在33号2楼也是增加了一个聚会的地方我们现在正在设计在预备装潢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先预备因为2、3楼的位置有限那我们按照报名的这样的一个规则跟次序那希望你在祷告当中开始为这一些的福音朋友来祷告那不要说我一个人就邀请全家，这样你照顾不来那我们也座位有限，如果超过这个座位，我们要到4楼跟7楼那请我们把握这个时间。那你报名的那当天如果没有来先排队可能这边也没有位置所以今年是这个我们需要提前来预备。好，那有一些我们在周报里面应该有夹一些的须知请你不要穿短裤拖鞋，因为这是比较国家音乐厅级的好，那我们在下主日开始就进入到待降节就预备圣诞节要来临了那我们有预备这些点烛的同工请大家能够预备好。那我们在11月27号也会在我们教会1楼有点灯圣诞节快到了，我们有点灯的仪式那我们在12月24、25这圣诞节接近了，我们在统领在星光三月都有一些的表演一些的福音的分享。这是在12月4号点灯，还有12月24号在统领的广场1楼户外有平安圣诞夜的晚会我们可以一起来参加今年就不用跑那么远好，我们这个礼拜3还是有祷告见证会我们会请第3区的弟兄姐妹来分享。弟兄姐妹再次邀请你，不要只是在云端好吗？是在空中来到人间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经历上帝的恩典。好，其他的请我们自己来看。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我们来读2遍，一起来。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路加福音17章18节再次，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路加福音17章18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来。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的满心感谢赞美你。在你丰富的供给中，我们福杯满溢，一无所缺。奉主耶稣的名，祝福过去1年当中因为疫情受到挫折和伤害的弟兄姐妹，求你让他们心中仍然充满感恩，让他们学习凡事谢恩。当他们向你献上感恩时，求你帮助他们所经历的挫折都能够得到翻转，你丰盛的恩典向他们显现，祝福他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都能挪去生命中的一切重担，垂听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的身体，帮助他们的关系，也祝福他们的身心灵都兴旺蒙福，让他们生命能得到恩典和祝福。回想过往的时日，数算你的恩典，主啊，我的心何等感恩，何等快乐。从过往走到今日，若不是你的看顾和保守，我们就不会有现在的平安和幸福。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献上小小的金钱，求主悦纳。我们将奉献按着公义使用在教会的事工上，也求你祝福弟兄姐妹，在疫情的期间一切平安，依然抱有一颗感恩的心，常做你所喜悦的事。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说，我们一起来经历主更大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经历主更大的恩典哦。我们一起来，请坐，一起来经历主更大的恩典啊！圣经很多很多要提供给我们更大的恩典，更大的赐福。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17章11节到19节。路加福音17章，我们要从11节看到19节。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实体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大声来宣告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来，等一下，我按好了。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最后一句来，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感谢主，在这感恩节的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感恩的时刻是只有今天吗？或者是我们每一天都是感恩的时刻，每一时每一刻，不是你经历美好你就感恩，而是在任何的时刻当中，我们都可以感恩。在最近11月17号，我们知道新闻报得很多哦，有一位送信的男大生，他在教会参加聚会完之后，载了一些的年轻人要回家，在这过程当中跟开一台玛莎拉蒂的这一些的人擦撞哈。那昨天我在周六的礼拜，我说年轻人，我们开车的时候真的要很注意，看到那一些的名车，我们就稍微远离一下，因为我们的好奇，有一些人就是大牛嘞、小牛嘞或者是什么这些名车，就要开到旁边来看一下我说如果碰到玛莎拉蒂你如果跟他擦撞，就要目屎拿地，你知不？然后目屎拿地啦，因为他说妈妈拿钱来了，人家要我赔这样因为这样这些人就开始对他动手殴打他。
我们知道这个新闻，最后他送进了加护病房，也昏迷当中。在昏迷的过程，有成为植物人的这样的危险。这个宋弟兄他跟他的妈妈是在教会里面的慕道友，新闻也报道他在去教会，我看到一则的新闻说他们在预备筹备这个感恩节的聚会。那我们在思想说，上帝啊，他不是去聚会吗？怎么会碰到这些的事情呢？我们都想象不到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圣经让我想到说，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爱神的得益处。我们好像常常把这一个句话挂在我们的嘴边，但是弟兄姐妹，我再次提醒我们，万事互相效力是什么意思？欢书道道来，这些事情一件接件来，是指不好的事情呢。当你在困境一件一件来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还觉得与你有益吗？叫爱神的得益处吗？其实我从这样的一个新闻一直在追踪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小组也为了这个宋庆同学在祷告。那我们也看到，刚开始这些警察人员在办案的过程当中就重放这些人犯，就问一问就放他走。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妈妈宋妈妈她在接受媒体的联访的时候，哇，她就抱怨说怎么可以这样那引起了社会的舆论的挞伐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到最后，我们看到这个警察局长他本来笑笑的说舆论压力更怎样攻击那最后我们看到2个警员被调职主管被记过等等这些，我们也看到得到这样的一个执政者的重视那市长也出来说一定要怎样要严办，要怎样去查因为在整个社会的舆论压力之下，我们看到不得不认真来办这些的事情那这个殴打人的人也被起底，就是在彰化食品的富二代，我们也看网络的威力真的是很可怕，你知道吗？开始要起底搜寻，然后就抵制，还有被误会的说我们的名字跟他们名字是不一样的还有别人因为这样遭殃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整个变化非常的迅速那有时候舆论或者是媒体网络也成为一个霸凌或是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网络的时候，真的要非常的小心那在透过这样，我们看到在这个背后有博弈的集团拔掉然后这些集团被怎样破获所以我们看到万事互相效力。透过这件事情，我们看见这背后的黑暗权势一件一件被瓦解然后我们也看到整个教会界或者是大家就为这一个男大生来祷告就教会界，连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小组就有人提小组长说我们来为这个宋信这个弟兄来祷告。所以经过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在15日他已经好转，然后进入到普通的病房，他也接受专访，他可以开口了，他可以感谢大家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透过这样的一个在我们周遭发生的事件，可能有时候我们开车出去，我们不能乱看，你知道吗？特别是那个好车，你看什么？一个女孩子一看就被围殴了。就是这个社会变化变成这样的一个世代所以我们真的也要很小心我曾分享过有一次我在高速公路就看到一件的这样的一个凶杀案当场在高速公路上，然后那个高尔夫球场的总经理就被刺杀然后抓不到，最后牧师提供线索，所以最后那个事情就结案了但我也不敢曝光，因为怕人来找我所以我就秘密了，也
不要想要奖金啊什么啊，因为我就透过教会的一位姐妹，她是警员，然后我提供，我就很清楚把那个车号记下来。那个背后原因就是怎样啊？他认错车，就那一个总经理死得好冤枉，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为我们每天出入，我们来感谢哦，出入的平安来祷告哦。那今天感恩节的主日，你有什么可以感恩的？想一下，有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感恩的？昨天晚上在周六礼拜，我就让他们自己选了10个人来到前面，然后让他们说一件感恩的。其中有人说没有了，我说没有，你可以自由呼吸，不要感谢吗？对不对？在医院还要氧气，我上个礼拜去探访那个姐妹，还要带着氧气嘞。我们可以自由呼吸，要不要感谢弟兄姐妹？要感谢。从凌晨开始，我感谢神啊，因为过去55年的今天哦，神赐给我生命哦，所以凌晨12点多就接到弟兄姐妹的祝福，然后牧师生日快乐。哇，感谢主哦！你知道，你看很多人为你祝福，你感不感谢？感谢哦，感谢主哦，让我在55年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哦，曾经有人笑我妈妈说：“哎呀，你儿子怎么长得那么矮呀？”我妈妈就祷告：“主啊，人家笑我儿子长得矮呢。”那时候国中的时候，结果我现在这样，可以吗？可以了哈，刚好了哈，对不对？感谢主啊，我的2个儿子都比我高了哦。人家说你用什么喂？我说欧罗不的，好，就是感谢神，他们自己能够吃喝这样哈。那弟兄姐妹哦，当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哦，神也透过牧师祝福很多的人。感谢主，今天上帝拣选牧师，上帝也拣选你，在你的位置。在你的工作、你的职场上，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要不要感谢？要。我们不是只有领受别人的帮助，我们今天可以为别人祷告吗？可以。说牧师我都不会，你就为他祝福让他平安，让他喜乐，1句话2句话，可不可以？可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的经文，有10个长大麻风，他们如何经历耶稣的医治，但是回来几个人感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的经文，要提醒我们，这位主来是要主动的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需要，看见我们生命的呐喊。今天耶稣经过这一个村子，他是偶然吗？还是刻意？还是主动？第二个，我们要透过这一段的经文，这篇的信息，我们要来思想，在感恩节的主日，我们感恩的时刻是只有今天吗？或者是我们无时无刻，是你经历过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才感恩吗？或者是你在困境、你在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感恩？弟兄姐妹，我在前天凌晨接一个讯息，就是有刚才讲的，有一位姐妹，她突然一个讯息说：“我要如何才能够入教？”那隔天我找到这个讯息，因为一错过就还要寻找，但是进入到我们教会的粉丝页的粉丝页，然后留言然后我就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对话那也送给他一首《有一天》这首诗歌可以帮助他。我希望今天或者是未来有机会，他能够来到教会，他自己搜寻我们的网站，然后可以寻找有爱的教会。他在讯息当中，他找到了我们教会。感谢主，表示他可能透过我们的脸书看见很多我们教会在做这些社区，在做这些关怀的行动的这些的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他可能有一些的感受。此时此刻正是他在人生低潮的时候，他的朋友告诉他说，信耶稣好像很好，他希望自己来经历，他希望自己来遇见这位主。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来思想，当你面对痛苦的时候，你如何去面对？你知道人有一些共同的语言第一个就是音乐。
我们回想过去碰到一些的饥荒，碰到一些的大灾难，特别是921或者是一些大灾难的时候，就会有人开始创作音乐、创作诗歌，对，创作歌曲。记得我昨天在讲的时候，没有很多人回应，因为很多人都是比较年轻的哦。那我想在面对非洲饥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就开始有人做了一首诗歌，就是 We Are the World。对不对？有听过这首歌的举手一下。比昨天还多。那这是过去我们面对这样的苦痛、伤害的时候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还是没有什么反应哈。那这首诗歌就是在讲说，我们世界是一家的啦。看见别人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同身受。所以在这痛苦的呼声，除了音乐之外，就是人有共同的经验，就是这些苦难跟伤痛，对不对？哎呀，你也得到这样的病哦！哎呀，我可以理解你的伤痛，我也可以理解陈牧师娘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伤痛，因为牧师在那个病房听说已经把这个鼻胃管拔掉，那我就会想说，那他是比较好转，或者是他正在预备见主面。所以我过去我爸爸躺3年一动也不动，只能够用眼睛表达他的意思，只能够用这样。所以当每次我去探访这些中风病患我就可以感受到这些家人的伤痛，或者是这一些的难过，这一些的忧伤。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在提醒这10个人，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就是苦难，就是他们的伤痛。这些长大麻风的人，对他们来讲，他们的身体是受到严重的威胁。在当时候这个医疗落后的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病症是没药医，没有很难得到痊愈，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是身体受了痛苦我们在回龙有一个这疗养院热身疗养院我们曾经去那边探访，我们的会友以前也是有这些从这边出来你知道那有时候哎呀这鼻子痒摸一摸就会怎样掉下来耳朵痒摸一摸就掉下来这个是在身体上有一些的痛苦，甚至他们生命会受到一些的危险第二个是在这样的一个病症，这样的长大麻风，在宗教的礼仪上面，他们是算为不洁净。所以你如果去看利未记的13章在45节那个附近，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宗教的条例里面，如果你患这样病，你要去让大祭司查，确定了你是这样的病症的时候，你就被关起来你就被送到一个营外，就是离开你所居住的地方村子所以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参加礼拜，你不能去献祭，你不能去朝见上帝，等于被判为什么样？你跟得救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病患的当中不只是要忍受他们在心里在肉体上的痛苦，在心灵上的痛苦他们要忍受精神上的痛苦。在犹太人的观念，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病症是跟罪画上一些的等号，是被上帝所不喜悦的一个病症如果我们来看到他们要人群接近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大喊说什么？我不洁净，不洁净，就是表示说他是有病的，然后他要撕裂他的衣服他要蓬头散发。我们一出门，我们都要拿着梳子，对不对？梳一下。这些人不能，这些人就是要让他披头散发，然后让人看见就是这个人有问题，他的生活没有尊严，对不对？没有得到人的尊重，他也要远离他的家人。所以这样的痛不痛苦？痛苦，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第一个就是他们共同的语言是
痛苦跟这些的伤痛。我们来看啊，为什么跟罪画上等号啊？我们来读来，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然后过程当中，上帝不喜悦来，最后来，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雪那样白。你知道他的摩西的哥哥亚伦非常聪明，哎呀，马上跟他的弟弟道歉，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啊，得罪了求你原谅这样所以他没有什么事，他姐姐就有事了，你知道吗？后来摩西还为他代求后来怎样？要关起来7天那我看这一些的过程当中，跟现在我们遇到疫情的时候要隔离7天，再加7天14天，好像有一点像有一点根据等一下我们会来看。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些人在痛苦当中，他们面对共同的命运，就是被他的亲人、被他所接触的社群所隔绝。所以这10个人不得不聚在一起你知道吗？原本他们的关系是不好的。所以有一句俗语说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往来的，对不对？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往来噪音跟没往来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2个族群他们忘记了他们原本的这样仇恨，为什么同病相怜？所以他们聚在一起。你知道这个背景在北国以色列，他们跟这个以东他们跟附近的这一些的兄弟族摩押他们是比较接近，所以他们会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然后呢接触他们所敬拜的偶像。所以在北国以色列，他们对宗教的方面是比较松散。那南国犹大就开始歧视他们，你们竟然还跟异族通婚所以当他们讲到撒玛利亚人，这个是有贬义看轻的意思因为他们是好像以现在杂种了、混种了那讲好听说混血这样那从这样的过程当中，数百年来，他们在他们的民族文化、宗教上，他们就好像有这样的死结，这样的个对立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进到这个地区通常犹太人是不会进到这个地区的那他们如果看到前面是撒玛利亚的村庄，他们就会故意避开我们有几次是在撒玛利亚那边吃那个羊肉大餐但是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是拒绝或是跟他们有任何这一些的接触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虽然过去数百年来有这样的一个对立仇恨，但是面对这样的一个苦痛病症，他们不得不怎样聚在一起。好，所以这个病让他们面对他们同样的命运，就是被亲人、被社群所隔离。你知道他们在这个地方也是什么？被放逐，或者是这些罪人，或者被处决的这些人所居住的地方，或者是那个处所，就是没有盼望、没有未来的地方第三个，他们共同的呼声呐喊，就是说他们需要被医治，他们需要被赦免，因为刚才提到这个病可能带来的因为罪的关系，上帝的不喜悦，所以带来这样的病症。所以他们要面对不是只有身体上的医治，还有罪的问题要被赦免。所以当他们在呼喊，看见耶稣听见耶稣要来，然后他们高声呼喊，他们呐喊他们心中的这样的一个苦痛苦闷，他们说：耶稣老师，可怜我们吧。但是我去查了原文，它里面也有提到说，主耶稣不是只有老师请你怜悯我们。这个怜悯带有不只是医治，还有对罪的赦免。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碰到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这个是从我们自己所犯的罪所引起的神的这样的一个惩罚，
或者是说好像约伯一样，是魔鬼跟上帝在那边做一些的交易这样我们也不晓得那我们就是自己在查验，在祷告当中，主啊，是为了什么？我面对这样的病症，如果是我自己的问题，求你原谅，求你赦免我，你的宝血洁净我。如果是我在这样的一个上帝跟撒旦的这样的一个试验的当中求你叫我能够有足够的力量，胜过这一些的试验。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呼喊，你知道吗？我们都需要被医治。我们好多弟兄姐妹都需要被医治，心灵需要被医治，肉体需要被医治。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影片，呼唤大家一起来为这个年轻人祷告，怎么样去经历上帝的同在。首先要向大家报告一个消息，大家所关心的宋同学已经醒了，那昨天已经转到普通病房。他现在在持续的治疗跟康复当中。上个礼拜天呢，我第2度去探望他，那我告诉宋同学，坏人都已经抓到了，请他安心休养。那同时也告诉他，社会上很多的民众都在关心他，为他祈祷，为他祝福，为他加油。我也特别感谢台中荣总医护团队全力的医疗。你现在觉得身体感觉如何？很好，还不错哈。还不错。那你现在会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刚回去上学。你很想回去上学，对不对？对。也很想赶快能够回到家里，对不对？对。看到那么多人帮你然后又给你那么多的祝福卡片，你想对他们说一些什么话吗？就是很感谢他们，就是给我这么多祝福的话跟鼓励，对，跟还有警方大家对你的帮忙，对，我会好好加油。好，非常勇敢。面对这样的苦难，我们看到可能这是过去他没有想过，那么多人不认识他的人，教会界一起为他在面对可能透过他妈妈，透过教会所传达出来那个痛苦的呼喊呼声的时候，如今成为一个感恩的呼声。感谢上帝，感谢上帝透过那么多人来为他祷告祝福。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也听到他们这些麻烦病患的心声，他知道他们的需要，所以当耶稣从加利利从那个地方一直往耶路撒冷的方向来到中间大概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可能别人会主动的绕道而行，不会想接近这样的一个村子。但是耶稣，我想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知道你现在此时此刻你的心境，知道你正在为你的病痛，为你的一些的烦的事在呐喊，在祷告，在寻求。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来，他主动的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来经过这个村庄，他进入这个村庄。当我们知道这些人，他们没有在村庄里面，他们应该在像圣经里面所讲，他们要到营外，他们要到比较荒郊的地方那边一同聚集住在那边，他们要与他们的亲人、与他们的社群、与他们的社交的这样的范围来隔离。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耶稣要进到这村子，他一定知道在这村子里面发生什么事情。耶稣知道你现在心里面的苦闷苦痛，所以耶稣他主动来，他帮助我们。所以耶稣他主动来到世上，他也知道你现在的心境需要他的帮助，需要他的扶持。所以主耶稣他主动来寻找这些世上的人，这些需要被拯救、需要被赦免的人。不然他可以远远的绕道，因为他的目的地是到耶路撒冷唯有耶稣他才能够帮助我们。其实在马太福音8章那边有一个他医治长大麻风的这一个人，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主动跑到人群当中去找耶稣了。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宗教条例可能他要被处死的危险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描述，主耶稣他主动，他进入到这个村庄，他没有忽视这个地方，没有忽视到这一群可能被隔离、被弃绝、被看轻、让人惧怕的这一群人。所以耶稣来，他转化了他们悲惨的命运。他主动亲近这些人，就好像他来，他把他自己献上在十字架上，使我们每一个罪人可以因为耶稣回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本来是不配跟上帝的恩典隔绝，就好像这些人跟亲人、跟这些恩惠隔绝。因为耶稣他转化我们生命，然后重新让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与人与神有恢复这样的关系。这是我们查看，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明白认识到这位主是关心你的。所以在昨天我也跟这位姐妹在讯息的当中说，你是上帝眼中的宝贝，你知道吗？耶稣爱你，耶稣看重你，耶稣希望你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希望你过幸福的人生。弟兄姐妹，上帝也会透过我们主动的去看见这些，如同马太福音9章，耶稣看见那些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的，他就怜悯他们，医治他们，帮助他们。今天上帝也呼召你我，我看到昨天这些同工在整理这些的给弱势家庭的食物，有人去载回来，好多的志工他们在那边预备分装，为了就是要给这30几个家庭。因为上帝透过我们的眼睛看见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昨天也有好多的同工来到教会布置了，因为要进入圣诞节期，能让人看见哇，看见这些装饰就知道什么？圣诞节快到了。那圣诞节快到，不是只有我们自嗨啊，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些的福音的行动，不管是在教会内、教会外，弟兄姐妹，你可以置身事外吗？或者是我就开始看到有人回应了，我愿意参与登记，然后我愿意有福音的行动。我们在12月25号，年轻人也在预备了。昨天周六礼拜，他们秀了他们所设定的对象，目前有106位，对不对？设定那个福音朋友，他们要为他们祷告。昨天晚上包括这些社区来的，哇，7楼坐满满的，你知道吗？感谢主，大家都很受激励啊。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还是要怎样？神的话激励我们，他主动给我们帮助。上帝的话使我们能够得着力量。所以耶稣的话也告诉他们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未来。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奇怪了，耶稣你怎么没有说好了，你现在就医治？你怎么没有像马太8章那边他说主啊，你医治我，洁净我，你若肯。耶稣说好，你洁净了。这里没有，奇怪，耶稣怎么这样说叫我们去给祭司查看？如果是你会不会算了，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应得的答案，对不对？得到应得的祷告嘛。但是既然这些人就听从了主的话，他们去了。你知道我们刚才看那一个地图啊，撒玛利亚在中间，到耶路撒冷还有一段路，对不对？还有一段路程呢。在这段路程，你会不会思想说，耶稣怎么那么奇怪？听说当时候他就马上医治了，为什么叫我们还要跑那么远，然后去给祭司查看？耶稣来是要成全律法，对不对？我们先来读这一段来。若火斑在他肉皮上是白的，现象不生于皮，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祭司就要将有灾病的人关锁7天。
第7天，祭司要查看他，若看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还要将他关锁7天。这样隔离几天？跟现在有那个疫情隔离好像有一些类似哦。像耶稣就透过这一些的制度有得到官方，有得到宗教这样的一个印证，对不对？让他们可以很自由的回到他们的生活。因为如果违背了这些的律法，可能他们要回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是会有问题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很顾虑到很多然后让他们回到他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有透过，比如说我们有透过这个卫福部或是这些相关的单位检验你没有疫情了，没有疫病了，所以你可以怎样回到正常的生活。耶稣真的是很有智慧那耶稣对这些人的方法就是说怎么样，在洁净之前，你先去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要凭着信心去，对不对？我去给他查看你都没有讲什么，你只说我们去。但是你知道，上帝的话语是带有能力权柄的当你信靠他的话，把它信入在你的里面，这个话语就什么？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显然，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他们一动身在路上的当中，他们就开始发现，怎么没有了？怎么恢复我好的皮肤了？怎么被医治了？我想这9个人还是走到耶路撒冷。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会去耶路撒冷，他会去找他们的祭司吗？不大可能吧。他们也有他们的祭司，所以他有他自己的方法。但是他想到了一件事情我应该回去，然后先跟耶稣谢谢，因为他已经发现了，他照他的话，他的病被医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麻风病患，他先相信了耶稣的话，然后呢，他在路途的当中，他经历了耶稣的医治，然后呢，他回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弟兄姐妹，可能我们有时候病痛来到神的面前得医治了，我发觉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上帝的恩典。当初如火热，然后寻求，但是他病得医治了，问题得到解决了，就渐渐远离，就好像他这9个犹太人一样。但是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外族人被轻视的人，原本不配在神的恩典里面，这是犹太人他们认为。但是耶稣竟然为他预备了更大的救恩，看见他回来向耶稣的感恩，他告诉他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我们看见感恩多么重要。在这个感恩的过程当中，除了他，我们看到他经历了更大的恩典。耶稣给他的不是只有身体上的医治，给他有灵魂上的救恩。他的身体被医治了，他的罪被赦免了，他的信救了他，表示耶稣为他来祝福，承担了他的罪。所以在他的灵魂跟他的肉体同样得到祝福。这里我们看到感恩带来什么？更大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一起来宣告说：“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伟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胜似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我们看到神查看的是我们的心，他愿意我们来亲近他。感恩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生活的态度。神喜悦人用感恩的态度来到他的面前
他看待他的儿女，希望我们的感恩不是一天，不是一时，而是一种常态，一种习惯。上帝喜爱他的儿女在他的生命当中愿意他们得到各样的好处，但他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随时向这位上帝献上感恩。萧祥修牧师，他原本其实是长老教会中部的教会的长老。我记得10几年、20年前，我们一起到新加坡参加一个研习会我跟他是室友，我们2个住同一间房间，所以有很多的分享。他也不满足在这样的一个制度里面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传递的方法，所以他渴慕他从一个长老现在成为一个牧师他在金旗教会当主任牧师但是我们知道过去1年他遇到了困境，他脑中长了4颗的瘤，他要牧养那么大的教会，所以教会就开始为他祷告。他在身体上他虽然受到限制，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负面的环境跟困境的时候，他说有什么好感恩的呢？当然要感恩，特别是像保罗一样，他在困境的当中他依然能够感恩。他相信在不舒服的环境当中，上帝仍然掌权，即使你是在病痛当中，上帝仍然掌权。所以在最近的基督教今日报，他就分享说最近有4颗瘤严重威胁他生命的这1-2颗大的瘤已经消失掉了，剩下2颗就是好像缩到很小。所以在这边他提醒说，神透过这些的患难是在锻炼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困境，在这样的一个伤痛的过程当中，要帮助我们不断的训练锻炼我们的感恩。在感恩的过程当中，让你不是只有在顺境的当中才感恩，可能有一直困扰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一些的病痛不舒服。但我相信神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操练感恩，因为他提醒我们你们要常常怎样喜乐，不住祷告，凡事。我们上次提过，这是上帝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什么？所以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知道吗？是凡事呢？凡事是表示什么？即使是在困境的过程当中，像萧牧师一样，他没有抱怨，他在这段期间充满感谢。他跟他的太太说：哇，你去买菜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你，我好想你，你知道吗？过去可能他不会讲这样的事情，但是当他自己软弱需要别人帮助的过程当中，他体会到别人的怎样重要性。有时候我们的牧者好像常常帮助别人、祝福别人，但是我们也是有需要的时候。所以当别人祝福我们，帮别人帮助我们，我们才能感受到神啊，感谢你啊。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常常抱怨，抱怨就会像以色列人死在旷野，你知道吗？抱怨就会让那些困境越来越多、更多涌入在你的生命当中。但是当你感恩，再操练一下，在困境，在你病痛当中，主啊，我感谢你。虽然碰到这样，我是要感谢你，你仍然在我的身体，在我的身上掌权。我们看到送信弟兄这个男大生一样，我们也看到上帝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事件上掌权，让透过媒体来帮助祷告，然后众教会来祷告。我们不认识他，但我们为他祷告。我们看见他慢慢在康复，我们高不高兴？我们非常喜乐。我们希望他们经历这对母女这母子他们不久的将来可以成为基督徒，可以受洗。我相信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经历哇，这位上帝是耶和华拉法，是医治的神，是垂听人祷告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所看到的新闻都是负面的，都有很多的抱怨，所以抱怨政府，抱怨这个，抱怨那一个，我们社会充满这样的一个对立，充满了这样的抱怨。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要培养出什么感恩的心，因为感恩是上帝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心意，所以我们要回应，呼求。当你碰到困境、困难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就在你的旁边，他等待你开口，他要为你来预备你所需要的医治也好、供应也好、平安也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我们要一起向神来向感恩，不是只有今天感恩节主来感恩，好吗？你要出门的时候，主啊，我向你献上感恩，让我出我入都能够平安。即使是小小一件事情，即使是你吃饭的时候，你要不要感恩？要感恩啊！主啊，我能够从嘴巴吃进去，要不要感恩？要。有人是用鼻胃管的，有人是用打针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咽食。我昨天晚上跟那些年轻人说，我们能够消化排掉，要不要感恩？要。每一件事情都有上帝的恩典，你知道吗？所以以为好像是小事情，是生活这好小的事情，在神看来这是多重要。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爱我心也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弟兄姐妹，神重视你，在乎你。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我们从头来，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爱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感恩。所以要帮助你释放你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再次来宣告说，你挪去，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重担。一起来赞美他，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为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
典，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我们拍掌，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好吗？要拍就拍大声一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你如此温柔，如此谦卑，降世成为人，就是看重我们，就是为了我们而来。我们是你眼中的同人，是你的宝贝，所以你甘心乐意为我们献上你的生命，流出你的宝血。你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你受刑罚，我们得平安。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牺牲，把我们的枷锁能够释放掉，把我们的重担能够释放掉。你更是向你的圣灵要充满我们，你的圣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自由。主，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的信心能够拯救他们，得着永恒的盼望。就好像这位撒玛利亚人，他回来感恩，他得到最大的恩典，就是灵魂的得救。我们盼望世人都得救，没有一个人沉沦。我们希望在场的弟兄姐妹还没有受洗的，主你的灵浇灌他们，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你为他们要付上牺牲宝贵的代价，就是要让他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得着永恒的盼望。主，谢谢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永不改变的慈爱，愿圣灵的感动、扶持、提醒，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颂歌颂赞，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的聚会到这边，愿我们的神赐你平安。